们的马拉斯达榜很重要的要站自我介绍，众人的面前介绍我自己，介绍我从哪里来，从妈妈的身体分出来，那妈妈的家族是哪一个？妈妈叫我做了什么事，我有没有跟着那么做？所以我们下一首歌是那普写的《西西翁恋战》。恋战。讲一下为什么要恋战，好不好？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啊，在台北工作，然后也很不快乐，可是又因为台北比较好找工作，然后就很不快乐的住在这里，然后每天很认真的工作，可是还是没有钱，然后就可是又恋战在台北，类似这样。我们又来台北打猎。对，我们是来狩猎你们。这是想法。都发局会让更多的人来，事实上我也蛮害怕的，因为你们用的电，用完那么多的电之后，因为现在都是用核能嘛，那核废料事实上就要放在台东，现在已经在台东，未来要直接放在台东县境。当然，这个伟大的城市。这个伟大的中华民国政府，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式、更正义的方式对待土地、对待族群。这个好像跟歌词不太有关哦。恋战，那这样我们就想想，对不对？建国100年呢，精彩100年，但是事实上只有62年在台湾。另外的其他的要补到100是日本人。请不要给我扣钱好不好？我还是很认真的表演，我很穷。因为这跟土地有关，因为都发局嘛，你会想到土地的事情，这块历史。那日本人来的时候，曾经我的族人、我的前辈们，为了日本经过帛琉到纽几内亚，去捍卫他。想要维持他的野心，然后中华民国政府来了之后，我们的年纪成长的一些年轻的青壮，又去上海，去打八路军。可是回到自己的部落之后，事实上原住民保留地也越来越少，我们自己的文明，我们也习惯了，我们也恋战在这块土地上。这样子的色彩，这样子的文明，将要渐渐消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。希望用声音，用更多的有智慧的台北人，为我们想一个出路，看什么样的方法对待台湾这块土地族群。还有台湾难得建立的民主。换我讲了吗？可以吗？换我讲一点点，就是说，我们都在这个时代啊，享受了很多的方便，每一个人都是。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个方便的时代呢，找到一个平衡，不要那么理所当然的。继续残害这个地球。当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残害这个地球，不管你是什么族，你是汉族也好，你是客家也好，你是布农族、阿美族等等，我觉得都是。只是说，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在这里面有平衡？所以不要过度消费，好不好？不要看到广告就忍不住。车子可以停远一点，然后走到这个公园多运动。尽可能的，然后，但是没办法，国家这么大，其实国家是最爱说谎的。真的很爱说谎。地球资源已经要没有了，国家还在拼命的拼那个富足的年代，已经结束了富足的年代，但是醒来好不好？那国家可不可以稍微醒来？人民不行，这样没有票源。
对啊，选票喜欢听好听的啦，是啊，是这样。所以这首歌就是上了学校读书，可是还是很笨，努力工作赚钱，可是还是很穷，很黑，却想要变白，很胖，想要变瘦。在大家的面前，刚刚我大声的那个不是骂你的那一段，自我介绍，马斯大棒，在众人面前告诉你我是谁，骄傲的，可是我的内心却非常的懦弱。曾经活跃于山林的后裔，今天却被警察抓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微笑你微笑，我这样是不是太快搞笑了？放阮这离去，这样很糟糕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搁浅。有一些可能就是半途变离，有一些可能就是找不到路，有一些可能就是被欺骗。